公年过当买 Plus。阮其实毋是真友好，因为我就是咧开减速机车。你先讲对啊，你安尼。阮爸爸最认真的，人家都用卡夹，然后受伤。互同学欺负的时阵，讲恁甲姐姐讲，姐姐就紧冲来甲我同学每个臭头。一句话尔。什么话？你为什么安尼？你为什么安尼？安尼敢会用诶？较紧诶，我看较会准啊。我给伊下咒语。弟弟。